来继续来看高雄市国民党的议员，甲已经过身的议长柯坤元的太太，到地检署针对着网络抹黑的谣言，来告着议员王浩宇等人，要来捍卫柯坤元的清白。但其卖透早到市场拜票，讲伊会当理解柯议长的家属的心情。国民党的李美珍讲，伊会全力来支持用司法替议长讨公道。 民进党的单机班已经有这习惯了，就是早起走行程，离凤山的工协市场有票，民众嘛真热情。国民党的李美珍是去卖早顿的所在现场做包仔，嘛做一天的头家，和在地民众互动。针对透早国民党团的议员，阁有已经过身去的高雄市的议长柯坤元伊的太太，到地检署对进前有政治人物阁有媒体人公开发表可能有诽谤的言论，要提出告诉。参选人冇回应。徐议长的家人能够节哀保重，也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啦。他一定要团结我们国民党，然后替她老公讨一个公道。家属，我想他主张自己的一个权益跟名誉是合理的。参选人每一个行程拢有因的拍算和考虑，要抢青年的选票是一个重点。去传统市场阁有卖早顿的店面，互婆婆妈妈留一个好印象，同款嘛真重要。